各位好，我係福全健保社區中心資深顧問 Eric Chan。而家正值1年1度嘅聯邦醫療保險年度開放註冊期 AEP， 好高興福全健保喺2026年俾大家帶來更升級嘅福利同埋服務。今日我哋繼續帶大家了解一下。首先，我哋喺羅蘭崗開設全新嘅福全健保旗艦嘅社區中心，為咗更好、更便利服務喺周邊嘅華人嘅朋友。我哋喺呢度提供咗粵語同國語嘅服務，並且開放給所有社區嘅居民。大家對自己或者家人嘅聯邦醫療保險有任何嘅提問，都歡迎前來參觀體驗同埋諮詢。另外有好多有慢性疾病嘅會員喜歡我哋慢性病特殊需求計劃嘅 C-SNAP， 喺明年嘅計劃同福利上有提升，等大家能夠享受更好、更便利嘅福利，同時更好地照顧自己嘅慢性疾病，為有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同慢性心衰竭嘅人士設計。另外仲有全新嘅舒適計劃，係為患有慢性肺部疾病嘅會員設計嘅。我哋有2個慢性 C-SNAP 嘅計劃，都提供大家非常優越豐富嘅福利，其中包括我哋每一季度提供嘅靈活津貼，最高可達每季600元，而且冇用完嘅餘額唔會過期，都可以沿用到下一季，直到年底冇用完之後先會到期失效嘅。咁樣會員一年度最多可以累積到2400元嘅靈活津貼。對於 C-SNAP 計劃嘅會員，佢哋可以選擇攞全部2400元去買健康食品，可以去超市買菜，而且我哋有好多合作嘅超市嘅購物場所。除咗大家方便使用，除咗主流嘅 Aldi、Albertson、Food4Less、Ralph、Safeway、Trader Joe、Ron's、Walmart 呢啲嘅超市，仲有好多符合大家會員飲食習慣嘅亞洲超市去提供選擇嘅，比如華人常去嘅 H-Mart 啦、德成行、好運來、和平超市、漢南超市等等。而且今年嘅靈活津貼仲有好多嘅用途。如果你去睇牙科、檢查眼睛或者去佩戴一個助聽器，你相應嘅津貼用咗唔足夠嘅情況之下咧，可以選擇用靈活津貼嚟補足呢啲部分嘅。當然你仲可以選擇用靈活津貼買 OTC 非處方藥、中草藥健康品同埋健身，可以講大大提高咗佢嘅可用性。對於我哋全新嘅 C-SNAP 舒適計劃，因為呢個係專為患有慢性肺病疾病，比如哮喘、慢性支氣管炎、肺氣腫或慢性阻塞肺部嘅長者而設計嘅。呢個計劃嘅會員有慢性肺部疾病，而且我哋喺呢段每年嘅第一季嘅一份歡迎包俾佢哋，其中包括空氣嘅清淨機同埋替換嘅濾芯，希望佢哋好好照顧佢哋嘅慢性疾病。喺醫療網絡方面，我哋亦都有好好嘅消息。我哋全面擴張咗眼科嘅醫療網絡，明年開始，我哋嘅會員可以去 Costco、Walmart、Sam's Club 呢啲華人朋友喜愛嘅店鋪檢查視力、配眼鏡，而且可以喺設計整體嘅計劃醫療嘅網絡時，特別考慮到亞洲文化傳統，去滿足我哋華人社區嘅需求，確保會員可以揾到可以講中文嘅醫生嚟睇病。我哋嘅網絡包括咗超過15000名嘅醫療嘅機構，50多家嘅醫院，超過2500名講雙語嘅醫師，而且直接簽約嘅有超過700名嘅南加州針灸師同中醫師。如果你想睇中醫或者針灸、刮痧等等，唔需要轉診批准，就能夠直接到需要嘅服務。而且我哋嘅網絡又包括好多醫院，譬如仁愛醫院，係位於華人聚居嘅社區，為大家提供大大嘅方便。如果你對我哋今日提到嘅內容感興趣，想理解自己是否符合慢性特殊計劃嘅資格，或者我哋計劃嘅感興趣，歡迎撥打我哋嘅粵語服務專線，或者可以前嚟我哋位於蒙市或者羅蘭崗嘅社區服務中心，我哋嘅專業團隊會為你解答提問，提供協助。試想像你嘅聯邦醫療保險係為你設計，真正了解你，有靈活嘅福利，由你隨心支配，承保嘅範圍贏得你滿意嘅微笑，仲包括你喜歡嘅購物地點同你習慣嘅養生方式，你嘅問題能夠及時得到解答，並以粵語為你服務，享受東方傳統或者係西方醫學，唔需要取捨，而係可以兩全其美，福全健保。